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7月2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申命记12章第1节到12节，约翰福音第6章41节到5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献上。说到奉献，现在人总是会有一点纠结的他们就会想说，为什么一定要奉献呢？为什么要受洗啊？那他们就想说，教会一定是为了缺乏经费要叫人家受洗加入会员然后这个叫人家缴这个会费牧师经常提醒弟兄姐妹关于奉献的概念。奉献其实是圣经的教导，也是一位基督徒用以表达自己的认同与委身的一个最直接的方式。但是牧师另外还要再提醒的一件事情是，奉献，讲到奉献，其实不只限于金钱，其实奉献包括时间的摆上、恩赐的摆上、能力的服侍等等方面。因为耶稣基督是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的摆上，他是献给上帝的，但是献给上帝却是为了世人的软弱而献上，成为赎罪祭。基督徒就是要学习耶稣基督的精神，将全生命都献上。但圣经呢就要求以色列人那个基督徒要奉献所得的1/10而已，并且要献上甘心乐意的祭。在申命记12章第1节到12节这样的教导以色列人：你们定居在上主你们祖先的上帝所赐给你们的土地的时候，要终身谨慎遵守这一切的法律诫命。你们占领那片土地后，要把原先的著名拜神明的地方彻底的摧毁，无论在高山小山或是在绿树下的，都要除灭。你们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击碎他们的神柱，烧毁亚舍拉女神像，砍倒他们的偶像，使人不能在那里祭拜，不可模仿原先著名的崇拜方式来敬拜上帝，你们的上主。从你们各支族的地区当中，上主要选一个特定的场所，让人在那里敬拜他。你们要在那里献烧化祭和其他的牲祭，要献上1/10捐供物、还愿祭、自愿祭，以及头生的牛羊。你们和家里的人都要到那里去，在那位赐福给你们的上主面前吃喝，享受你们勤劳得来的好东西。到现在为止你们都随自己的意思敬拜，因为你们还没有进入上主你们上帝的所赐给你们那得以安居乐业的土地。到你们进入时，你们就不可再依照现在的方式敬拜。你们渡过约旦河后，上主要让你们占领那片土地，在那里定居。他要保护你们不受外敌侵扰，使你们安居乐业。上主要选一个特定的地方作为他的住处。你们要携带我命令你们所献的一切祭物，到那里敬拜他，就是带烧化祭和其他的牲祭1/10捐和供物，以及许愿的礼物。
你们要跟你们的儿女、奴仆、婢女和住在你们那里的利未人一起在上主的面前欢欣快乐。要记得，利未之族并没有自己的土地。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意思就是说，他是使人得生命的主，让所有亲近他的人能够得着永活的生命。约翰福音第6章41节到51节，耶稣基督向众人所说到的话。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就窃窃私议，这个人不就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我们认识他的父母，现在他竟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耶稣说，你们用不着私下议论，要不是那差我来的父亲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先知的书上这样说，人都要蒙上帝的教导，所有听从父亲而接受他教导的，都要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谁见过父亲，我有从上帝那里来的那一位见过。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信的人就有永恒的生命。我就是生命的食粮。你们的祖先在旷野吃的玛拿，还是死了。但是那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是使人吃了不死的。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那赐生命的食粮，吃了这食粮的人永远不死。我所要赐给人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了世人而得生命而献出的。既然基督徒如同以色列人一样得到了上帝救恩白白的恩典，就要将自己献上，成为主所用。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我多么爱慕你的法律，我整天不断地思想它。你的命令时常在我的心里，使我比仇敌更明智，我比我所有的教师更通达，因为我思想你的教诲。我比老年人更有智慧，因为我遵守你的命令。我远离了一切邪恶的行为，因为我要服从你的话。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诲，因为教导我的是你。你的训言是多么的甜美，在我的口中比蜂蜜甘甜。我从你的法律获得智慧，因此我憎恨邪恶的行为。感谢主赐下白白的恩典，让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愿意献上自己的全生命，全心爱主，为主所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